来回头继续来看这个庙会绕境放炮啊放烟火，难免会引发到民怨。这个高雄的左营一间宫庙绕境来祈福，伫个莲池潭来放烟火，总共放6场，每一场放5分钟。虽然讲这个烟火真水，但是住伫个4khu恁长的乡亲心情就真无水咯。因为隔工都爱上班，但是这个烟火是安尼咻咻叫，吵着人的面咯。1999市民专线是互卡甲这个电话线用要烧起来。环保局是讲，这间宫庙有申请，而且烟火是放到暗时的9点56分就来收煞，并无超过10点，无违反着规定。伫天顶放烟火，有各种色水，佮有造型，家规天顶就好光。烟火倒影伫左营莲池潭水面上，5月连假收假日的暗时，左营地区庙总共放6场大型烟火。大型烟火魅力连几啊公里外拢看得到，当然包括声音嘛是。左营地区民策社团未少民众抱怨，烟火放开暝是要安怎困？明仔载就要上班，阁遮尔吵，外口拢是臭味，敢若会使甲窗门全部关起来。住得比较远一点，有听到有鞭炮了。烟火炮声，互民众真歹困，甚至阁卡1999来投诉。环保局解说讲，其实这间庙拢有合法申请，而且伫暗时9点56分就结束，无超过时间的问题。那至于在这个噪音的这个部分，因为高空烟火的一个释放啊，属于不连续性的一个声音啊，并不在这个环保署的噪音管制法规范的一个范畴。嘛派人到活动现场稽查，查到的敢若乌白蛋本数总共4件，依法来罚款。会依违反废弃物清理法裁罚1200元到6000元不等。虽然声音的问题，环保局目前调查无违规的状况，不过附近的庙阁有居民伫活动了后，要是继续伫各地放炮啊，产生未少声音。公庙庆典要安怎办理，才袂互宗教成事变做扰乱民众的行为，嘛是相关单位爱注意的代志。